65歲到75歲，手裏有10萬存款，趕緊換者而讓，晚年保命底牌。如果你今年係65歲到75歲之間，銀行戶口裏面有大概10萬蚊。我今日講嘅嘢你要由頭聽到尾。我先講一件事，有位阿伯一個人住，成世做守衛，慳到極仔女叫佢喺廁所裝條扶手，1000幾蚊咋。佢話我行得好穩，唔使搞。有一晚佢起身去廁所，地下有少少濕，滑咗一跤，跌親個盤骨，跌低之後喐唔到，喺地下瞓咗一夜。第二日仔女嚟探先發現，送咗入院，做完手術之後就再企唔返起身。跟住落嚟嘅日子係喺護老院度過嘅，1個月萬幾蚊。佢儲落嗰筆錢用清光，仲要仔女貼。佢喺護老院同人講過一句：我以前唔捨得使1000幾蚊裝條扶手，1000幾蚊換走咗佢成個晚年，同埋佢儲咗大半世嘅積蓄。我講呢件事唔係想嚇你，我係想你聽清楚一句：你戶口裏面嗰10萬蚊，如果就咁擺喺度唔喐，你以為係安全感，其實好可能係你晚年最大嘅隱患。我知你聽到會唔舒服，慳咗成世，好唔容易先儲到呢10萬蚊，人哋一開口就話你有問題，你梗係唔服。但你聽我講完，你會明白，到咗65歲之後，一個人晚年好唔好過，同佢有幾多錢嘅關係，冇你想象中咁大。真正決定嘅係佢喺65到75呢10年，識唔識將手上嗰啲錢換咗2樣嘢。呢10年係一道門檻，行得過，你後面嘅日子係福；行唔過就係壞。而好多人就係喺呢10年將一副本來打得贏嘅牌打到自己冇底牌。呢2樣嘢係咩？我今日逐樣同你講，中間我仲會講一樣專門你哋呢個年紀嘅人嘅嘢，你千祈唔好走開。最後我有一句說話送俾你，你聽咗今晚可能瞓得好啲先。講講你嘅處境，我唔係亂估你今年60幾70，後生嗰陣捱過，做過工廠，做過地盤，做過售貨，揸過的士，開過小鋪頭。你嗰代人唔識抱怨，有得做就做，慳得就慳，1蚊都要碌到盡。你嘅仔女而家都大咗，有自己嘅工作，自己嘅家庭。有啲喺香港忙到1個月見你一次都難，有啲索性移咗民，去咗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，隔住個時差通一次視像電話，講唔夠15分鐘。你唔會怨佢哋，你仲會同人講後生仔有自己嘅生活，唔好阻住佢哋。你講呢句係真心嘅，但你心入面同時知道屋企得返你自己一個，或者你同老伴2個日頭仲好，落到夜晚成間屋靜到你聽到雪櫃嘅聲。你嘅開支唔算大食嘅，簡單着嘅唔講究，出街搭車有2蚊優惠，但你有一樣嘢，一諗起就眼瞓唔着，就係病。你發現身邊嘅人開始一個一個出事，舊同事中風，街坊做手術，樓下阿伯搭電梯跌親跌到入院，隔離屋嘅太太確診咗癌症。你去探佢哋嘅時候，聽到最多嘅唔係病情係錢，公立輪候幾耐，私家一次要幾多？呢個手術政府唔包，要自己出。呢隻藥1個月幾萬蚊，捱唔捱得起？你聽完返到屋企，會唔自覺打開個存摺睇一睇，10萬蚊。呢10萬蚊喺你心目中唔係錢，係一道牆。你覺得只要佢仲喺度，你就唔會冇依冇靠，就唔使開口問仔女攞錢，就唔會變成一個拖累人嘅老人家。所以你唔捨得用牙痛咗好耐，忍住話搞掂晒都要成1萬蚊。唔緊要，食遠啲嘅嘢咪得咯。眼睇嘢蒙蒙地話老花咋，遲啲先算。膝頭上樓梯痛，你就少行啲樓梯，行慢啲。屋企燈壞咗一盞，你話開返另一盞夠光啦。廁所地下滑，你話自己行得慢唔會有事嘅，你將所有嘢都拖住，只為咗守住嗰10萬蚊。我要直接同你講，你呢個做法心意係啱嘅，但你搞錯咗一樣好關鍵嘅嘢。你以為守住嗰筆錢就係守住晚年，其實錢從來唔係你嘅底牌，錢只係一個數字，一件工具。真正嘅底牌係你嗰副仲行得走得嘅身體，同埋你心入面嗰份唔使驚嘅安穩。而呢2樣嘢係要用錢去換嘅。過咗某個時候，你有錢都換唔返。大學有句話好多人聽過，但唔理解，有得似有人，
有人始有土，有土始有財，有財始有用。你留意最尾4個字，有財始有用。財之所以叫做財，係因為佢有用，冇用嘅財唔係財，係一疊紙。古人分得清楚，財有2種，一種叫藏財，一種叫活財。藏財係守住唔喐嘅，後生時候儲；活財係留出去換翻嘢翻嚟嘅，老年時候要識用。後生嗰陣你冇本錢輸，所以要藏；老年嗰陣你冇時間等，所以要用。你到咗呢個年紀仲用25歲，嗰套方法對錢就好似着住冬天件棉襖去行夏天嘅路，唔係件衫唔好，係唔啱時候。我講句更白嘅，你嗰10萬蚊擺喺銀行，最後最大機會發生嘅事，唔係你攞去救命，而係你一直唔捨得用，一直放到你走嗰日，然後留低俾人。留低俾人本身唔係壞事，但問題係你用你嘅牙痛、你嘅膝頭痛、你嘅視力、你嘅安全，換咗一筆你自己從來冇享受過嘅錢。呢個叫守財而失身，唔係冇財，係有財而唔識轉，最後財仲喺度，人已經唔掂。咁10萬蚊應該點？我唔係叫你去投資，唔係叫你去搏到你呢個年紀。任何叫你錢揾錢嘅人，你都要行遠佢。呢10萬唔係用嚟令你發達，佢啱啱好夠你做2件事。做完呢2件事，你後面嘅日子會完全唔同。第一樣要換嘅係健康嘅本錢。我講清楚，唔係叫你買補品，唔係叫你去做咩療程，係實實在在攞錢出嚟處理。你一直拖住嗰啲嘢，呢一 part 我建議你用3萬蚊左右，最多唔好過4萬，剩翻嘅有第2個用途。我後面會講。第一件，做一次認真嘅身體檢查。我知你會即刻話政府有得排做乜要俾錢？我唔係叫你唔排政府，我係話唔好淨係等到咗呢個年紀，好多嘢係爭1年半載嘅。腸鏡、胃鏡、心血管、骨質密度、癌症指標，呢啲檢查平嘅幾千蚊做全套萬幾2萬，你聽到會心痛，但我要你計另一條數。一個腸癌早期發現，做個手術切咗之後跟進，你可以再活好耐。總開支可能幾萬蚊同一個腸癌，等到你食唔落嘢，瘦咗出血先去睇，發現已經第3、第4期之後係化療標靶，住院照顧。呢筆數幾十萬起跳，仲要係你受晒所有嘅苦，最後未必救得返。差別喺邊？差別就喺你肯唔肯早少少攞個1萬幾千出嚟。你記住一句，早期嘅病係用錢醫嘅，遲期嘅病係用命醫嘅。你今日慳嗰1萬蚊，可能係攞緊自己嘅日子去換呢條數，點計都唔抵。第2件，處理你拖咗好耐嘅牙。好多長者覺得牙唔係病痛就食止痛藥，鬆就唔敢咬甩咗，1、2隻就用返另一邊。你聽住，牙係一個老人家全身健康嘅總掣，牙唔掂你就食唔到肉，食唔到菜，食唔到需要咬嘅嘢。你唯有食粥、食軟嘢、食糊，跟住落嚟你蛋白質唔夠，肌肉開始流失。肌肉一流失，你行路唔穩，容易跌，跌親就係另一場災難。同一時間你營養唔夠，免疫力跌，小病變大病。仲有一樣好多人唔知，牙周病嘅細菌係會入血嘅，同心血管病同糖尿病控制唔好都有關係。你以為你係唔捨得整牙，其實你係喺度慢慢削自己嘅身體。整牙貴唔貴？貴值一隻牙萬幾蚊，全口處理隨時幾萬。但你諗清楚，一個食得到嘢嘅老人家，同一個食唔到嘢嘅老人家，係2種完全唔同嘅晚年。你買嘅唔係牙，係你之後嘅營養、體力同體面。如果錢唔夠做到最好，唔緊要，最少去搞掂啲有問題嘅、痛嘅、鬆嘅，呢個係唔可以再拖嘅。第3件，如果你眼開始蒙，去睇白內障喺香港好常見，公立輪候可以好耐，好多長者就咁忍住話睇得幾多得幾多。但你要知眼睇唔清，第一件事影響嘅就係你行路門檻睇唔到，地面高低差睇唔到，地下有水睇唔到，一步踩空就出事。第2件事係你會唔想出街，睇唔清就唔敢搭車，唔敢過馬路，唔敢自己去街市，慢慢就困喺屋企。人一困喺屋企，成個人會沉落去。同樣道理係耳，聽唔到嘅人會漸漸唔講嘢。人哋講3次你聽唔到，你就笑笑口扮聽到。再過一排，你索性唔出聲。屋企人以為你唔想傾，其實係你聽唔到。呢個過程好殘忍，而且醫學上好清楚，聽力衰退同腦退化係扣住嘅。
一副助聽器幾千到萬幾蚊，好多人嫌貴唔買，結果用一段好長嘅孤獨去慳呢筆錢。第四件我要重點講，花錢改造你間屋，呢一樣係最少人肯做，但可能係最重要嘅一樣。開頭嗰位阿伯就係死喺呢一樣度。我同你講清楚，一個老人家喺屋企跌一跤，跌親個髖骨之後要做手術，做完要臥床，臥床就會有併發症，肺炎、褥瘡、血栓，就算捱得過，好多人係再企唔返起身嘅。之後就係坐輪椅要人照顧，要請工人或者入院舍，由行得走得到要人照顧，中間可能就係一跤嘅事，而呢一跤大多數係喺屋企跌嘅，唔係喺街跌喺廁所。跌喺床邊，跌喺夜晚起身去廁所，嗰段黑路呢一跤之後嘅開支係幾多？請一個外傭一個月連食連住萬幾蚊，入私營院舍一個月萬幾到2萬幾，呢個係一個無底洞，一開始咗就停唔到。而防止呢一跤要幾多錢？廁所同浴缸旁邊裝扶手幾百到千幾蚊，地下鋪防滑墊100-200蚊，夜晚由房去廁所嗰條路裝感應夜燈百幾蚊。將門檻鏟平或者做斜台千幾蚊，換走屋企嗰啲會滑嘅地氈同拖鞋幾百蚊，裝多幾盞燈，令屋企唔好咁暗。千幾蚊加埋，可能10000蚊都唔使你聽清楚，用10000蚊唔到去換走一個隨時令你成個晚年報銷嘅風險。呢個世界上冇一個投資嘅回報率比得上呢一樣。我知你會諗，我行咗幾十年都冇跌過，你要明白，跌親唔係因為你唔小心。係因為到咗呢個年紀，你嘅平衡力、反應速度、肌肉力量都同以前唔同。以前你踩空一步，隻腳自動識救返自己；而家你踩空一步，個身就跟住落。呢個係身體嘅自然變化，唔係你唔夠謹慎。仲有裝個平安鐘，一個月幾十蚊到百幾蚊。你一個人喺屋企最驚嘅唔係暈，係暈咗之後冇人知平安鐘唔係俾你日日用嘅，佢係俾你。萬一嗰次用嘅一世用一次就已經值返晒。呢一樣古人叫做宅氣，屋企唔係得個風水局咁簡單。一間屋暗宅多雜物，地下滑，行落去要左閃右避，住喺入面嘅人係會越住越唔精神嘅。反過嚟一間屋光猛通爽，地下平，行得暢順，住嘅人自然舒服啲，企得穩啲，心情好啲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實實在在影響緊你每一日。易經講，安其身而後動，身唔安做咩都係險你間屋，就係你嘅身之所安。第一樣嘢，我用一句總結：健康係個一，其他所有嘢係後面嗰啲零。你有一後面嘅零就有意思，冇咗個一，後面幾多個零都係零。呢3-4萬蚊你會肉赤，但你要記住，呢啲錢唔係使咗，係換咗，換返一副仲用得嘅身體，換返你之後可以自己行、自己食、自己去街嘅能力。而呢樣嘢過咗時間就換唔返，你早啲肯花，效果係好多年；你拖到跌完先諗，已經冇得換。講到呢度，我要插一段，講嗰樣專門呃你哋呢個年紀嘅人嘅嘢。呢一段你聽咗，可能就慳返成副身家。第一，凡係話高息保本穩賺嘅，一律唔好掂。你記住一條鐵律，世界上冇一種投資係又高息又保本嘅。有人同你講有佢唔係傻，就係想呃你呢啲局專門揾老人家，因為老人家有現金，心軟又唔好意思拒絕。有位婆婆俾個朋友介紹咗個投資，話月息2分保本，好多人做緊，頭幾個月真係有息收，佢好開心，仲介紹埋幾個街坊入去，跟住個人唔見咗電話，打唔通公司，搬咗10幾萬冇晒，仲累到幾個街坊。佢最痛嘅唔係啲錢，佢同人講：我而家唔敢落樓，驚見到佢哋錢冇咗可以再慳。但一個老人家喺自己住咗大半世嘅屋苑度抬唔起頭，呢個係贖唔返嘅。第二，凡係電話嚟嘅，話你有官司，話你個仔出事，話你戶口有問題，話要你轉錢去安全戶口嘅，一律收線。冇一個真嘅政府部門會打電話叫你轉錢，冇一個。你聽到安全戶口4個字，即刻收線就啱。第三，唔好做擔保人。有親戚朋友嚟同你講，話借錢做生意，話得個名咋，話唔使你出錢，你一簽落去，人哋還唔到，追嘅就係你。到時你嗰10萬，你間屋全部有風險。到你呢個年紀，最緊要係唔好孭任何人嘅債。
第四，我講一句可能有人聽咗唔舒服嘅，唔好一次過將所有錢交晒俾仔女。我唔係話你仔女唔好，我係話錢一過咗手就唔再係你控制，世事難料。佢哋自己可能生意失敗，可能離婚，可能俾人拖累到你有需要嗰日，你就要開口。而開口攞返自己嘅錢係一件好傷嘅事，好多老人家係開唔到口嘅。你要幫仔女可以幫，但要留返一筆喺自己手上，呢個唔係唔信任，呢個係對大家都好。你手上有錢，你同仔女之間反而會鬆動，會自然。你手上冇錢，你每次見佢哋都會有壓力。好，講返第二樣要換嘅嘢，第二樣係心安嘅佈局。處理咗健康之後，你手上仲有6、7萬。呢筆錢唔係俾你去搏嘅，係俾你去換返一個唔使驚嘅狀態。有太多老人家戶口有錢，但成日心緒不寧，點解？因為佢哋唔知呢筆錢將來會點，唔知自己有事嗰陣邊個做主，唔知仔女之間會唔會為咗錢反面，呢種唔知會慢慢蠶食一個人。你日日諗，夜夜諗，個心係養唔住福嘅。所以第二樣嘢就係將呢啲唔知變成知。第一件，將錢分開，好多長者將所有錢擺喺同一個戶口，日常開支同救命錢混埋一齊。咁樣有兩個問題，一係你唔知自己實際上有幾多可以用慳到過分，二係萬一有事你自己都亂。正確做法係分3份，第一份日常每個月要用嘅柴米油鹽、水電車費、睇醫生，放喺一個戶口，方便出入。第二份救命，呢筆係唔喐得嘅，放喺另一個戶口，或者做定期，唔投資，唔借出，唔做擔保，唔提呢筆錢嘅唯一用途，就係你或者老伴突然要入院，要做手術，要請人照顧嗰陣，呢筆你至少要留返4、5萬。第三份安樂，呢個係我特別想講嘅，留返一筆細細嘅係俾你使嘅，飲茶、行下街，買件靚啲嘅衫，俾利是俾孫去食一餐好嘅。呢筆唔使多，但一定要有。好多老人家覺得呢一份唔應該有錯，人係要有得使錢先會覺得自己仲活緊。一個1蚊都唔捨得使嘅老人家唔係慳，係已經放棄咗自己嘅生活。你挨咗成世，你有資格坐低嘆翻杯靚茶。第二件，寫定平安紙，呢一樣好多人忌諱，覺得唔老嚟。我直接講，唔寫先真係害咗身邊嘅人。老人家走咗之後，銀行戶口凍結，仔女要辦成辦書，一辦好耐。中間屋企嘅開支冇人出喪事嘅錢，要仔女墊，兄弟姊妹開始計數，計下就開始嘈。有啲屋企就係咁，散咗兄弟之後都唔再見面，而你留低嗰筆錢，本來係想幫佢哋嘅，寫一份平安紙，揾律師做幾千蚊到萬蚊，你寫清楚邊個攞邊樣，間屋點處理，有冇邊個要特別照顧，寫得清清楚楚，簽咗名擺好，話俾一個信得過嘅人知擺喺邊。呢件事做完，你會發現心入面鬆咗一鹽嘢，因為你終於唔使再喺度諗將來會點。第三件，做定持久授權書，呢個好多人未聽過，但極之重要。持久授權書嘅意思係，萬一你將來因為中風老退化等原因變到唔清醒，唔識自己做決定，你預先指定咗邊個可以幫你處理財產，冇呢份嘢會點？你有錢喺銀行，但你人已經唔清醒，銀行唔會俾你屋企人動你筆錢，就算佢哋想攞嚟俾你醫病，俾你請人照顧，都攞唔到，要去法庭申請，又要等好耐。呢段時間你嘅醫藥費、照顧費就要屋企人自己頂一份持久授權書，律師做幾千蚊。你今日清清醒醒嗰陣做先做得到，等到唔清醒先已經做唔到。第四件，同仔女講清楚。好多長者最唔想講嘅就係錢，覺得講咗仔女會等住分身家，會唔孝順。我勸你反過嚟諗，你唔講，佢哋會估出嚟嘅嘢係最容易出事嘅。有啲以為你有好多開口問你借，有啲以為你冇就唔理你。你講清楚，反而所有人心中有數。你唔使講得好詳細，你可以話我有幾多錢，我留咗一筆自己傍身，唔會麻煩你哋。我份平安紙寫咗擺喺邊，你哋知。我如果有一日認唔到人，我已經指定咗邊個負責。講完呢幾句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你屋企人望住你嘅眼神會變，因為佢哋知道你係一個安排得妥當嘅長輩，唔係一個將來要佢哋收拾嘅負擔。
而你自己心入面嗰種我唔想拖累仔女嘅恐懼，亦都會即刻鬆返，因為你已經真真正正做咗嘢去避免佢，唔再係淨係喺度驚。菜根譚有一句好精警，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。老人家最需要嘅唔係多，係唔使孭錢，係手事安排好，冇債冇擔保冇心事，人自然就輕鬆，心一安福自然養得住。呢個唔係講完嘢，你心安就瞓得好，瞓得好，血壓就穩，血壓穩，人就精神，人精神就肯出街，肯見人，肯喐。呢一連串嘢全部由心安兩個字開始反過嚟。你日日擔心錢，擔心病，擔心將來，你就瞓唔好，食唔落，成日心翳。呢種狀態捱落去，身體一定出事。好多老人家嘅病唔係突然嚟嘅，係擔心咗好耐先嚟嘅。我講咗咁多，我想你記住一件事，你嘅底牌從來都唔係銀行戶口嗰個數字。一個老人家戶口得3萬蚊，但係自己行得走得，食得瞓得，屋企安全平安紙，寫定仔女知道佢嘅安排，佢係有底牌嘅。佢每一日起身都知道自己嘅日子點過。另一個老人家戶口有50萬，但係走唔喐要人，喂，屋企亂糟糟，乜都冇安排。仔女為咗佢筆錢喺度暗鬥佢冇底牌，佢淨係得一堆數字。呢兩個人邊個好命？答案好明顯。所以你嗰10萬蚊真正嘅價值唔係佢喺度，係你將佢換咗做咩？換咗做一副仲用得嘅身體，換咗做一個唔會令你跌親嘅家，換咗做一份寫定咗嘅安排，換咗做一個唔使日日擔心嘅心。錢換咗呢啲嘢之後，錢係冇咗，但嗰啲嘢會陪你行埋落去。到咗呢個年紀，最大嘅福氣唔係富貴，係唔使睇人面色。6個字，食嘢唔使睇人面色，因為你食得；行路唔使睇人面色，因為你行得；使錢唔使睇人面色，因為你留咗一筆喺自己手，有事發生唔使睇人面色，因為你早就安排好呢幾樣，係要用錢用今日嘅決定去換返嚟嘅。而你今年65到75就係換緊嘅呢10年，呢10年你肯換，後面就係福，唔換就係捱門仲開緊。你行得，你走得，你聽得到我講嘢，你個腦仲清醒，呢個就係最好嘅時候。如果你聽到呢度有一句聽入咗心，我想請你做一件事，喺下面留言打呢4個字，平安到老，唔使打長篇大論，就打呢4個字。你打出嚟就當係你自己應承返自己，我會逐個逐個睇，睇到一個我心入邊就當幫你添一句祝福。我亦想你順手做多一樣嘢，你身邊一定有人同你差唔多年紀，你嘅老伴，你嘅兄弟姊妹，你落樓下飲茶嗰班朋友，你喺公園做運動識嘅街坊，佢哋入面好可能就有一個牙痛忍咗好耐，或者廁所仲未裝扶手，或者平安紙一個字都未寫。你將呢條片傳俾佢，傳嘅時候咩都唔使講，就話一句得閒聽下。可能佢聽完就去做咗身體檢查，可能佢聽完就去裝咗條扶手，呢條扶手可能就救返佢嘅晚年。呢個係你今日可以做到最實際嘅一件好事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嘢講得啱，記得同個訂閱，開埋個鈴鐺。我講嘅嘢唔一定動聽，但句句都係我真心想你聽到嘅。我哋下次再講。